面媒体上新的民调，南绿白三党的不分区，关注度上悬的，就是国民党不分区的第一名黄国瑜。那关注度上低的是民进党不分区的第一名静观基金会执行长林月琴。民进党为着要拍开不分区的知名度，专工找3位不分区的参选人来开记者会，其中排名第14名的王义川，佮特别点名黄国昌，要招伊辩论定高机。国昌老师，半个月啊，2礼拜啊。 请他跟我一起辩论。民进党大动作召开不分区立委的记者会，参选人王义川甲民进党不分区参选人黄国昌点名做伙来辩论。他没有资格跟赖清德辩论。黄国昌，你跟我等级一样而已。 就是不分区立委的候选人。黄国昌目前是排第2，王义川和边啊第2名沈碧阳以及第12名的郭玉静来比，伊是排第14名的危险名单。以我为目标啊，要让我当选，民进党要多6%的政党票，6%的政党票大概是100万。 敢若政党票摕到5%，都会当摕到不分区立委10处的分配资格。王义川想要克入安全名单无简单。有调查发现，国民党不分区第1名是前高雄市长韩国瑜，有4成个选民知影伊，关注度是上悬。再来，民进党不分区领军的是台北市前副市长黄珊珊，也有2成9个选民知影。那民进党不分区第1名林月琴，敢若2%的选民知影，关注度上低。我最主要呢是在做这些中国认知作战的研究工作。很多人在我的脸书上跟我反映说，老师，我本来不分区政党票我是要投给别人的，但是因为你，我会投给民进党。引起正悬的万老师郭玉晴排名第12，拜六下办2场活动冲进去，和南北2党来比，明星候选人拢排伫头前。民进党这回拍出无共款的策略，要抢政党票。Hello， 我是冯薇芝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